每週二四六睇亞澤 YouTube。Hello，今日今日嚟做亞澤新聞 EP 64下。咁下咧有咩好講咧？下一集咧，我上一集都有同大家講過，就係、如果啲人唔收樓嘅話，咁咪變釘子戶。下集咧就講解呢個葡萄牙呢個嘅法律，就講解佢對付葡萄牙點樣去政府點樣對付啲釘子戶，強拍釘子戶。我幫佢做埋。仲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，我經歷咗3年嘅，做咗兩三年，哇！即將去到51訂閱啦，50訂閱啦，都破咗一半。下一個就係60。咁嗰度咧，咁點解我要講咧？因為好多人成日都問。咁樣啲人有啲人話，葡萄牙咁多爛屋，應該冇乜法律係對付啲釘子戶㗎啦，或者啲爛屋㗎啦。對付釘子戶最好辦法就係唔使走法律程序，就派啲人上去支膠，掟曱甴啊，掟屎盲咁樣，派啲。派人上去支膠啊，擠佢啲鎖啊，用乜易啫？一支嘅人都識擠嘅啦，擠咗完之後咁樣棘住個鎖出唔到入唔到咁樣，跟住換個鎖100幾蚊一個，咁嗰啲透明嘅即係嗰啲靈異啲係一歐2歐嘅啫喎，就咁樣。咁我哋收係即係起地鐵啊，無論起咩建築，起咩公眾嘅建築咧，你都係要考慮呢個嘅收地問題。你冇收地問題嘅話咧，你否則嘅話咧就會等於咧就唔批准你起。即係收地問題好大，我會可能喺做少少片度詳細解釋啦。佢咧其實咧喺釘子戶上面咧，你起啲即係喺下邊，即係拆咗釘子戶啦。如果你起啲公共嘅嘢咧，即係公共嗰啲叫咩啊？即係起啲公共嘅，即係例如球場啊。即係公共設施、醫院啊呢啲，有權拆，即係有權要同你傾，唔可以拒絕嘅。如果你唔係啲起啲咪起靚啲、起新啲咁樣，唔得，就係咁樣。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問我點解好煩啫？葡萄你燒本咁多爛屋，應該冇乜釘子戶，真係好多釘子戶喺度。冇話爛屋啊，冇話釘子爛屋都大把。咁第時個問題嘅就係，咁根本其實我哋咪咁，我哋要解決個問題，就係啲釘子戶最大問題。咁嗰啲釘子，即係嗰啲釘子戶，最好辦法就係用呢個嘅強拍咯。強拍又唔可以強拍，要同佢傾個合理嘅價格，然後賣咗成就拆咗佢，起個新嘅屋，真嘅。按翻嗰個區嘅樓價去，就 keep 住啊！按翻個區嘅樓價，個區嗰個樓價咧就賣，即係計你棟樓值幾多錢，你間屋值幾多錢賣
唔可以咁樣，哇拍埋，哇我要1億先走，我要2億先走，我要10億先走，唔得咁。嗱，我哋而家咧就去到呢個 Glock 嗰度問下啦，問下呢個葡萄牙有冇法律係搞對付呢個舊樓強制拆或者預拍賣。嗱，我哋知道葡萄牙咁佢土地嘅制用法第一，咁當舊樓涉及公共利益 ，important public， 跟住之後與城市更新地鐵嘅擴展安全、公共安全，政府係可以將土地強制拆卸，跟住程序要求，正式通知物業係只限期嘅搬遷期限，就係得通常93至90日。咁業主拒絕嘅話就乜鬼嘢嘅，就法院命令執行。咁例如紅線珠江交通需求都用法律程序去解決嘅，好多地鐵都係咁樣大解決嘅。AI 都講得幾啱，個地鐵都係咁解決嘅，包括而家咁樣，譬如起啲公共嗰啲嘢，到城市規劃，咁去到1951年，根據1951年嘅 RG 唔知咩 EU 同2024年嘅1月8日第2024年嘅號嘅首嘅法令，唔知乜鬼嘢咩對門咧，叫做舊樓咧唔合呢個嘅規咩無法使用許可證與違反城市規劃，可能面臨拆卸嘅。新法係引入咗呢個嘅唔批准，唔知乜鬼咩機制，但係唔知乜鬼啲機制，跟住之後就跟住市政局當時當局其實指定限120日至200日，幾乎建造嘅建造面積，業主可獲申請即係獲得證書繼續項目。例如啲 Lojas 地區咁樣，當市政當局就可下令拆卸並恢復建造。例如 Lojas 地區部分唔合規該商業倉庫曾被標記為可拆卸。例如啲攞嚟打個公共嘅安全責任，咁呢個嘅唔知乜鬼嘅2026年6月1號生產，舊樓危險長期嘅設置，就成為公共安全威脅。市政當局跟住就可行強制拆卸。例如2018年報提到，跟住之後就里斯本至波圖地區就部分為棄置啲舊樓嘅侵蝕原因被拆。咁有3倍嘅稅率要鼓勵呢啲拆。咁呢度咧啲歷史嘅建築限制啦。咁
咁你知唔知乜鬼文化咩植法啊？咁唔知咩呢？唔知叫2001保護嘅歷史建築拆卸須經文化遺產部批准，除非有大公共利益，由里斯本巴塞西亞地區拆卸比較罕見嘅。因為下一個舊樓強拍，跟住之後咧，第一啦，稅務除咗呢啲咁嘅，除咗啲未擁有者未交咩唔知乜鬼嘢納過啲稅啦，即係納稅納啲物業嗰啲稅，與罰款同埋稅務部可行，可根據稅務執行法，唔知乜鬼呢個唔使嚟嘅，呢個咩2003都唔使，冇收物業並拍賣還清債務。嚟2023年，Malvilla 嗰度附近就有呢啲咁嘅，差唔多被列入拍賣名單啊！呢啲銀行根據啲咁嘅第686條，然之後咩拍賣需要低價咁啲，然後低價壓物業清債，然後知咩嘅舊佬咩？呢啲唔使嚟嘅真係，叫做呢啲嘛，市當局就唔知咩到地方，跟住嚟波圖嘅被 bail out 地區，都叫唔知咩市場交易，波都係唔係咯？佢拆卸啲住宅啊，重新安置咁啲土地補貼法律咧就經2006年生效，佢咧2006年生效，即係舊樓都強制拆卸，啱做得啱，因為葡萄牙里斯本都好多爛屋都冇乜，即係葡萄牙都咁多話冇地，叫啲人去快租咁樣，根本都唔明嘅。喺度咁多爛地喺度，咁多地喺度，又唔攞嚟起屋，黐線！跟住允許咁樣公共利益啊，譬如啲公共嗰啲嘢咯，地鐵站啊、球場啊、醫院啊，附近呢啲咪可以強拆咯、強拍咯，即係同佢傾咯，同法官傾，同啲人傾咯。但係唔係，譬如拆咗起靚啲嘢就難啲啦，咁啊可能難啲啦。2006年生效就可以，我諗方法可以喺度沉聲去建造呢啲叫做乜嘢？葡萄牙根本有啲嘅站。突然間想咳添，唔好意思啊！你想知道葡萄牙呢啲未來呢附近都有起啲物業啊，有可能性咧就較低嘅。我覺得差唔多，其實最多都係起4至8層，再加上有啲好多啲咁嘅優咩鬼嘢啊，優質寧靜嘅環境。都一個高檔嘅住宅地區，係講得啱，嗰度都係確實係。然後都要4至8層，即係較少啲高層建築，係真係好少，一堆都4至8層左右。其實嗰度咧嘅建築高度啊，電通車之後咧進一步升溫嘅市場。每平方米大概就5000至7000左右，會唔會啊？
健身場車位啊呢啲，高度嘅可能性約30啊，唔會咁高，30應該唔咁高。跟住後來見政府嘅限定咧，即係將呢啲10層以下嘅，係10層。葡萄牙咁即係里斯本唔夠地，咁你應該嚟俾人哋向高發展啦。話嗌到唔夠地咁多爛地喺度，應該俾人哋向高發展。通常坎普奧利係一個旅遊地點，嗰個曾經都居民反對啊，反對呢啲咁嘅紅線發展擴展，話啲新物業嘅高層作進一步嘅反對，嘅咩噪音嘅交通堵塞，即係限制建築高度。例如巴斯士一路附近都係5至8層，非高層嘅唔似 Orient 即係大家嘅東區，即係世博區。你哋叫世博區，我叫東區。咁呢度係一個極限高度限挑戰啦。你知唔知城市法為唔知咩半蝕包，通常限制高度即係10至17層，唔會起30層咁高。起30層嘅全葡萄牙最高嘅樓，即係嘅住宅已經好少嘅，應該非常極少嘅真係。30層已經好稀有嘅啦，哇！40層肯定已經好冇咗呢啲冇勾咗40層，未必㗎，可能遲啲有咧。遲啲有嘅話，我諗我應該喺度嘅，仲喺度嘅，望住呢度嘅發展。以前啲地多啊，歐人都講咗話新市鎮嚟，Alcântara唔係，Alcântara唔夠嘅，都算係好早發展嘅區，基本都係。除咗 Orient， 就少發展啲，因為得90年發展新市鎮啦。世博區、東區、東世博區。咩都有，嗰度有巴士、地鐵、火車，咩都有。又近機場又近城，所以更可能嘅就係我啲附近都起5至10層嘅公寓。最終答案係未，可能係有上蓋物業到一個要有限制咯，唔會起10至20層咯。更可能嘅5至10層，我哋下個嚟讀 Alcântara。咁呢個 Alcântara嘅背景咧就係練嘅訓威量就得個可能會延遲啊，佢會有收地問題，佢都有呢啲唔知乜鬼特別嘅，咩方邊先佢嗰附近都會起啲物業嘅，不過唔知咩火車咩 Alvido 火車站步行東道。邊有個咁嘅站啊？未聽過呢個站，從呢個梯造河啦，佢靠近 LX Factory 附近，都起啲好可能會刺激到10至20層嘅住宅大樓，因為佢會重新再發展 Alcântara， 即係 Alcântara 嗰度，同埋 Alcântara 本身都有附近 LX Factory 都有翻新酒店同埋起新酒店嘅項目㗎啦。同 Alcântara 咩 IVA 乜鬼嘢？我未聽過呢個車站點解？係 Alcântara Terra定 Alcântara Mar 啊？呢個車站就係咯，我未聽過呢個車站。然後呢個方邊先級溜咧就會有入口，跟住唔知乜鬼嘢咩 Campo Externa 又會受到居民嘅反對。唉，真係啲人最麻煩嘅，真係哇！樣嘢都嘈到你阿媽都唔認得，起地鐵又反對啊，咩都反對，唉！可能附近有10至20層上蓋物業，地鐵通過車之後，叫佢陸續咧就起呢啲，又起幾開咩？呢啲都唔知乜鬼嘢，總結啊！跟住之後就去到咩最終答案上蓋物業，知咩去到2026年底嘅通車，
睇下個工程計劃，為進一步工程計劃啊。好啦，拜拜。就可能今日就截圖就係咁樣啦。我哋下集即係再見啦，拜拜。憎啊！即係收地最憎嘅，有啲霸住啲屋啊，最好係梗係走㗎啦，得少啊嘛。你起咪起咯，走咪走咯。有啲埋咧，有啲喺度，即係好似即係嗰啲叫唔掂啊！無賴係要話我要1億，我要1億。如果唔要，1億我要1億，我要1億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走咁樣，所以咪變釘子戶。我咪變釘子戶。咁釘子戶就自然就會令人討厭。最令人討厭嘅地方就係搞到成個工程會起唔上。問題就係嚟呢度啊嘛。咁咧，我會咧就會整張截圖咧喺個 blog 嗰度嘅。咁樣咧，我整完之後咧，揾一日咧就會講俾大家聽。撳，然後整埋幾條咁樣，整埋出嚟俾你睇。喺度整埋出嚟俾你睇嘅，就係咁樣。但係因為我發覺今日剪頭髮以前有啲長，俾人話似麥當勞喎，麥當勞嘅叔叔啊，當勞叔叔啊，就係咁樣。我同大家講樣嘢，點解我呢排冇出片咧？第一我見到呢排我都病地，所以就冇得出片。今日好添咪大家出片咯，做埋64下集咪又講下。因呢排咧最近咧就有大罷工，下一集可能會講大罷工，亦都有可能會講呢個未來發展，繼續就係咁樣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亞集新聞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大家歡迎咧俾 like、訂閱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就係咁樣，拜拜。